何场所愿。也说不清都会什么说空间法术时间加速，见证法盾受强劲是害我上来找天赋和天赋。我是一切万物藏了一所，反正你我最终都殊途修行路逍遥自在孤独，但是依然很酷。一生只为追逐一个梦，忙忙碌碌在时光穿梭，飞过荆棘之路逆着风，才算是终于成功。看风起云涌。这局这么好磕，不来点追番吗？这才是真正的至仙洞府吗？应该是吧。看来这地仙忙活了那么久，就是为了召唤出这个洞府吧？绝云子，你带弟子去打探一下，看看这洞府到底什么路数。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头有点痛？监祖，还是我去探探吧。哎，小心啊！快，若薇，上去看看。张将军，还好吧？张将军，怎么了？这洞府有差。快，绝云子，带张将军去疗伤。都别硬闯，淡定，淡定。这竟然真的是个仙家洞府，太美了！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完美的洞府。这洞府的主人，想必定是仙人一般的人物吧？仇宇轩，你犯什么花痴呢？你说这洞府的主人是个神仙？哦，剑祖，古籍中记载，合体期的修真者便能用特殊的空间法术，开辟自己独立的洞府。只是我所见过的洞府，都没有眼前这个洞府玄妙。这天地轮回，时空倒转，实属闻所未闻。恐怕也只有神仙才有如此大能。神仙，至仙，难道真是个仙人？你们玄法书院不是也会一点空间之术吗？有什么进去的办法吗？空间法术早已断代，我现在的研究只能算是刚刚起步。如此玄妙的洞府，我也实在是琢磨不透啊。岳宗主怎么样了？黄甫长老已经带着岳宗主回去疗伤，不必多虑。你布置些人驻守在此，别让任何人靠近这个洞府。其余人随绝云子前往清明剑宗，共商对策。祖师说，您不和我们一起回去吗？你们先走，我把下面这古城收拾收拾，顺便找老朋友打探打探。这古城内还有祖师说的朋友？怎么就你问题多啊？走走走，都走吧。有意思，因为这至仙洞府还像古城一般携带吗？只要你敢进来，你的尸体便是我的了。哼，又不是你造的洞府，抢了我的东西当老巢，也不知道哪来的脸嘚瑟。哦，怎么样？这些地仙会送去地狱吗？理论上是的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重其阴者必食其果。哎，收了这么多，你今年的绩效应该算是够了吧？你是想问天上那至仙洞府的事吧？
就知道咱们心有灵犀。你回去应该又查过了吧？查的确是查过了。怎么样？那个什么大智慧智仙是不是在上面那个智仙洞府里？他应该知道怎么让我筑基的方法吧？这事牵涉到上古档案，组织上有保密条例，不能说。啊，你变坏了啊！学会吊胃口了是吧？我这好歹帮你冲了这么多业绩，你翻脸就不认人了？反正答案都在这洞府之内，那个空间漩涡就是入口，你自己去找便是。你以为我不想去啊？这入口有雷劫，你去被劈一个试试。你这境界上去应该没雷劫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完工了，撤了。你这洞府是看不起我吗？哎，你别走啊！切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这鬼差什么意思？感觉好像在怂恿你去闯这个洞府。谁知道的？鬼就是神神叨叨的。走吧，我们回清明剑宗商量一下。我跟你们说，这洞府可不是一般的玩意儿。这就是从前的仙人们开辟的小世界呢。他们开辟这空间干啥？啊？当然是放自己收藏的好东西啊，什么葵花宝典、九阴真经，啥宝贝都有。周宇轩，你在说什么书呢？剑祖，你回来了。这不是大家对洞府还没什么认识，我先给大家先普一下基础常识。剑祖，地仙太子负圣朝之心不死，我等愿前往洞府主旨，望剑祖解将。哼，可以啊，邱宇轩，你这口才不做将军可惜了。看着战前士气被你鼓舞的。剑祖折煞我了，我这也就给他们介绍介绍这洞府的好处。好处？有天大的好处上不去又有什么用？正经事不研究，尽在这说些没用的。张将军，你这是被雷劫刚劈完就忘了疼了是吧？还点将，我点你上得去吗？好了，都别垂头丧气的了。我回来就是准备一下，明日我亲自上去试试。剑祖，那洞府入口的雷劫可不是儿戏，我这只是经受了一点余波，就差点命丧黄泉。你独自探险，恐怕……我试试吧。师傅，你相信学灵说的？你以为我不想去啊？这入口有雷劫，你去被劈一个试试。你这境界上去应该没雷劫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他不敢忽悠我。张将军应该没事。再说我要扛不住这雷劫，你们也就别再打这洞府的主意了。老白，出事了！昨夜有散修闯入了洞府。什么？姐姐，为什么要我们几个姑娘家的守夜？多无聊呀！好了，苏宗主吩咐的事，你我办好便是。你说我们宗主怎么那么听剑祖的话？剑祖让办啥就办啥，可没见他对其他男人这样。你这丫头片子，宗主的八卦都敢说。我不知道，要不帮你去问问？别，姐姐，宗主会打死我的。子时已过，二位姑娘为何还在此游荡？什么人？二位姑娘不必惊慌，在下筑基期修为的一介散修，路过此处，见天空中如此异象，前来看个究竟。哟，还是位俊美的公子呢。我等合欢宗弟子奉命在此守护洞府，公子若无他事，便请离开吧，此处危险。果然是洞府，原来是合欢宗的弟子，怪不得两位姑娘如此漂亮。这位公子嘴可真甜，我喜欢。在下只是实话实说。不好，有人在靠近洞府，危险！公子，快离开！他是疯了吗？你们这些大宗派怎么会知道这洞府的好处？
我们这些散修只有依靠这些机缘，才有可能一跃升天。雷劫又算什么？哎，不对呀，这雷劫怎么不劈他？快去找宗主！根据弟子的汇报和侥幸活下来的散修所说，这洞府入口的雷劫似乎不会攻击境界在元婴期以下的修士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啊？也就是说，那些筑基期修士都进去了？应该是吧。哎，那还等什么？我们快进去吧。那什么葵花宝典可不能让别人先拿了呀。我是说，这一听就不是什么好功法，可不能让进去的人再受其害了。看来那个鬼差说的是真的。好了，地仙太子这小子，搞得我们九州十地不得安生，必须灭了。既然筑基期的修士能进这洞府，那我进去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。剑祖，那洞府里的机缘，我们……哎呀，你们就算了吧。这小地仙欺软怕硬，你们上去肯定还会被劈。那我们可以让小辈们随你前去啊。好吧。不过洞府乃仙人所创，我们对里面的情况知之甚少，安全起见，就别进去太多人了。今晚都回去商量一下，想去的宗派就选个筑基期的后辈，明天跟我一起。我要和你一起去。明日就要去洞府了，列位可得保佑我啊！只要这之前靠谱，给我一点点筑基的信息，我回来一定给你们重新装修。你就想着自己筑基，为什么不让我和你一起去洞府？若薇啊，不是为师故意不让你去，你难道忘了我们在蛮荒之地是什么激活了这个古城？是我的血。正是。可是我的龙珠血也许是把双刃剑呢，也许制服这地仙太子要的就是我这龙珠血呢。不行，不能冒这个险。你可是我收的第一个徒弟，可不能折了，不吉利。我折了你再收一个徒弟便是。我修行原本就是保家卫国，现在知仙洞府就在我上仙国头顶，如若这种时候我退缩，那成仙也好，修行也罢，对我来说还有何意义？你怎么了？3000年了，怎么还是会被这种热血情怀打动？没什么，想归不当先迷了眼。好吧，看见你一片赤子之心，那你就随我去吧。真的？太好了！喏。这是什么？这3道竹简里封存了我3道剑气，如若在里面遇到危险，就直接扔出去。还有，一路一定要紧跟着我。你要是折了，我可找不到第2个有龙珠血的徒弟了。你什么时候给我做的？其实你早就给我准备好了，是吗？这我就是随便做着玩的，正好能用上。剑祖，我来给您送点茶水。李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剑祖送点茶水和点心。你们这是？李姐姐，师父答应带我去洞府了，你也一起来吧。我就是来找剑祖说这事儿的。剑祖，我们天魔宗就由我和您去洞府吧。皇甫峰还没回来，这是等他来做决定吧？不用，我们魔宗都是自作主张的，老皇甫他都管不了我。那您这就算答应了哈。反正明天一起走，今天我就不回了，帮剑祖您收拾收拾。李姑娘，你不太好了，李用，姐姐，真的不用。晚上终于有人陪我了，我一个人可无聊了。好啊，剑祖，你要不要洗脚水？我一会儿给您端来。我师父自己会呢。既然有人进来，
到你。你在外面被人打得满地找牙，还想夺他身体？你确定你做得到？别说，你造的这个洞府还真有几分玄妙呢。难道你觉得这人生八苦都奈何不得他吗？老白亲自出手，小月子，其实你没这必要。这傀儡术是我们断天雾的秘法，安全起见，还是先探一下为好。我不能让我哥的悲剧重演。小叶子，你飞仙了，也好，兵不厌诈。不好！不好！哎，行了，你没看到张将军的下场吗？也别试探了，我直接去见识一下这个至仙洞府吧。不过，你们确定就是这几个小辈跟我上去？3000年，世界多变迁，天地共日月，三才会成列。逍遥3000年，游历在人间，谁能定乾坤，几人得穿越？看尽一生的浮华，难解两世的情缘。相约3生3世，沧海变桑田。